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花莲的光复乡，因为崩山湖一楼灾情惨重，尤其是佛祖街迄块地啊，用要总淹掉。当地一间庙寺、保安室、教单，还佫有半层楼仔悬的烂土也未清掉，甚至佫有基础啊淹甲变地下室。啊，上届挖进河床的沙石仔场，头家娘已经失踪10天，教单也未找到，家属是烧银纸、烧衫裤，希望早日有消息。规间庙寺河土山因为一层楼悬，这是花莲光复乡的重灾区佛祖街保安室。高单也有一大片烂土也未清理。女主还是怪手正过来学，严过烂土黏个个真高，真无简单，学甲看到庙门，严过阁想要一笔抢救，嘛够工，爱阁含时间比赛。外口的沙石车也互烂土淹一半去，怪手想要抢救，煞驶袂入去。也许要1个月、2个月。不知道了，这个期间无法估计了，因为这个沙石淹得太厚了，有的到2米，你看这个都1、2米嘛。这边因为地势低洼，而且像现在淤泥的高度还是相当的高，开挖的难度也是相当的高。佛祖街迄只拢互土沙淹过，甚至有一间面体本地是1楼的基础啊，即摆洪淹甲变地下室。居民讲，家园拢爬远去啊！淤泥伴随着大石块一起从山上冲下来，民宅整个被灭顶。即马保安室烂土淹要2公尺悬，佛祖街46项的面体也互淹甲村厝顶尔。大边区面体变地下室，会当讲是规村拢互烂土水淹去。上挖进河床的正旺沙石场，犹原有一个姓杨的头家娘下落不明。今仔这是在后的第10天，也毋过当时才会当找到人。他早上6点多还告诉我们所有员工说，一切安好，请我们放心。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娘。家属甲员工拢真艰苦，靠花金纸甲衫，希望这个热心佮温暖的头家娘会当量早互找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